湾行透透，要带观众朋友来去游山玩水，这是嘉义阿里山石岛。最近是出现着一个真水的景色，七彩琉璃光反射在壮观的云海顶头，有这爱摄影的人拄好经过，就甲伊翕落来，并且将这个画面分享在网络顶头，也吸引到真侪网友来观赏。伊直讲真正是人间的仙境。管理单位也表示讲，因为当地海拔有1000公尺，山区的地形，搁再加上湿寒的这个气候，常常在秋冬交替时阵呢，会出现着这款的这个景色。最近因为连日的大雨，才有这5月10色的琉璃夜景提前来出现。光、青光、红光为云海下卡笑起来，看过去山都袂舒服，七彩琉璃光包围同款，实在真水，互人看甲目睭唔甘腻。琉璃光，它是因为地面上有一些灯光照射，然后反射到天空中的云层，那它的光线就会在云层中散播开来。这是嘉义阿里山石岛地区，有爱摄影民众进前经过，发现这个美景，就随甲翕落来，铺起网络顶的引起讨论。网友拢学了琉璃光云海根本就是人间仙境。当地管理单位讲，石岛的海拔超有1000公尺，受到山区地形的影响，气压产生分布甲对流。在秋天到寒天的时阵的暗时啊，上接看到。这阵啊，因为落大雨，天气较湿较冷，所以才会当提早看到这个美景。尤其到了晚上，城市街道的灯光透过云层向上投射，形成了云海中美丽的琉璃。这就是石州有名的美丽的琉璃光云海。看到别人翕的琉璃光夜景，真侪游客拢希望会当有机会到现场亲目睭看卖这个大自然的美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